咱今仔咱要来看启示录第5章，启示录第5章请咱掀开咱的圣经第4章、第5章这两章呢是互人看到伫天顶的一个景象，看到底是怎啊？顶礼拜咱有看到第4章伫上帝的宝座四周围有24位长老，然后有4位活物然后因伫遐来歌颂上帝咱继续来看第5章第5章来看到耶稣基督。第5章第1节，伊讲我看去坐宝座的正手中有书卷，内外拢写着你，因来封严咯。我阁看去一位大能大力的天使大声来宣传讲，有谁配得点开迄个书卷，点开迄个七印，伫天顶、地顶、地底下无有法通点开，有法通观看迄个书卷，因为无有配得点开观看迄个书卷，我就大吼。长老中就一位对我讲，毋通吼，看犹大支派中的西大笔的军，伊已经得胜，有法通点开迄个书卷，掀开迄个七个印。我阁看去宝座14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徛立，亲像是受胎价。有7个角，7个目睭，就是上帝的7灵，风吹天普天下起。这羔羊真正来对这宝座的正手来摕了书卷。伊既然摕了书卷，4个活物甲24位长老就俯伏伫羔羊的面头前，各摕着琴甲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个香就是正圣道的基督，因就唱新的歌讲：你配得摕书卷，配得掀开7个印，因为你捌受胎，应该加血对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因归乎上帝，国叫因正做国民，做祭司，归乎上帝，伫地上。掌管王权，我阁看去，而且听去，宝座甲活物并长老的四周围有真侪天使的声音，因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讲：捌受胎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阁听去，伫天顶、地顶。地底下从海来，甲天地间一切所有受造的物拢讲，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拢归乎这宝座的甲羔羊，直到永永远远。4个活物就讲阿门，真长老也俯伏来敬拜。所以第5章第4章，咱看到讲到宝座出现，然后就是上帝宝座。第5章，咱看到羔羊这个理想上出现，所以咱知影第5章主要是讲到羔羊讲到有羔羊伫第1节，伊就开始讲伊讲伊个坐宝座的伊正手有啥物伊正手有摕着有书卷有一个书卷。顶摆的册毋是咱亲像一阵的册是迄个什么叫做四方的顶摆的册是光的亲像咱知影伫皇帝因咧宣读圣旨的时阵就是光起来因为当初时因无纸因是用伫埃及好一款的草按遐来堆，然后按遐该创做纸是用羊的皮所以写了的时阵伊就按遐甲伊卷起来伊看到伊讲有一个册书卷内面外面拢写着你内面外面写着你通常
若咧写这种册啊，因若咧写是写一面啊，但是如果若真做的时阵啊，然后即款用皮创的书卷啊，也是真宝贵啊，就是讲真合啊，所以就内面外面拢写了呢，伊讲用7个印按遐来甲伊锁起来，还锁起来。那这个书卷啊，其实毋是孤单伫新约咱看到啊，伫旧约啊，咱也是有看到讲款书卷的记载啊，就是伫以西结啊，以西结啊，伊也是有一款讲到一款的书卷啊，但是高点伫启示录啊，伊讲有用7个印按遐来甲伊封起来。那7个印啊，因为是当初时伫罗马的时阵啊，如果真重要的一个物件，因就将印甲伊印咧伫以色列人同款也是安尼特别是因为叫做什么遗嘱啊，所以若遗嘱的时阵啊，伊就叫7个人来做叫做见证啊，然后就将因个人的印甲伊封起来。人通袂搁再去甲伊显开，袂搁再去甲伊过啊。到时阵到的时阵应该看的人伫第一甲一个见证人伊才有法通甲伊来显开所以这个就是当初是伊看到的伫以西结书第2章第9到第10节伊安尼讲伊讲我观看这个是以西结伊看到有一张手有一支手向我伸出来。手内面有一个书卷，伊将书卷伫我面头前来点开，内我拢写着你伊顶面所写的有爱好坦率悲痛的话这个是以西结所看起，所以咱看到启示录的时阵也是相款讲到有书卷内我拢写着你伫以西结讲伊所写的有悲哀有坦率。悲痛的话这个是什么就是一个叫做审判的话其实伫启示录内面这个书卷伊是写什么所以解经家有讲这个书卷有2个意思头一个有法通讲是遗嘱是遗嘱上遗嘱呢其实有法通讲是上帝的旨意为着规个世界的旨意。伊写伫一本册咧，写伫这个书卷内面通按遐来看。另外一个是讲说另外真多的解经家认为讲这个书卷其实伊是什么？伊是世界的世界的叫做地契地契是契约书title deed咱袂对通常咱有一个什么契约所以这个地契就讲说你这个你这块地是上的，然后卖互上所以现主是无人的所以解经家讲伫启示录其实伊所讲的这个是世界的地契所以到底世界是上的咱即阵所徛起的世界到底是啥的伫以色列人的观念内面对甲地中所充满的拢属伫什么？属伫耶和华，所以对来讲无叫做永久权所以上帝这是上帝伊互上就是上退去所以伫以色列的国家内面你的地若是你的祖业你卖做你卖互别人你若卖互别人伫7年了后就是7年4年的时阵迄个地会归到什么？归到迄个人原在的手中所以有讲到一个问题是既然若讲这个是世界的地契到底世界属啥所以世界是交互啥来管理呢？伊管理权是啥呢？咱若看创世纪第1章第27到28节上帝就照着伊家己的形象造人，若是照着伊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互因，佮对因讲，叫生养真多，遍满地面，
治理这个地，也要管理海内的鱼、空中的鸟、到地上各样行动的活命啊！所以咱若看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阵啊，伊特别创造人按照伊的形象做的为着要干呐？要来治理这个地要来管理世界所有上帝就将这个管理的权来交予人但是咱看到人伊无法通管理干那伊犯罪伫第3章咱看看犯罪所以当人犯罪了后撒旦魔鬼伊就干那夺取了这个管理权所以世界现主是我人讲是属魔鬼伊咧管理伫圣经内面咱看到以弗所书第2章第2节伊称伊做什么空中掌管者的首领所以空中是啥咧掌管的就是恶者那个魔鬼约翰一书第5章19节也是讲伊讲全世界拢倒伫伏伫迄个恶者的手下所以恶者就是魔鬼规个世界是伫伊的手下咧管理哥林多后书4章4节讲这个世界的上帝是这个世界的神这个世界的神是啥不是上帝是魔鬼讲到这个世界的时阵就是讲到怀无相信上帝的人所以你若无相信上帝你就属伫什么世界就是属伫迄个恶者咱再会记入袂伫马太福音有一个真趣味的记载耶稣洗礼了后伊就去到旷野圣灵将耶稣拄到吹到旷野去伊伫旷野受魔鬼40日的干会引诱会试探魔鬼就来试探你来记得第3个试探伊将耶稣带到山顶然后伊会看世界所有的一切荣华富贵世界荣华富贵伊予耶稣看然后伊讲啥伊讲你若拜你若拜我你若拜一拜我就将世界所有的拢总予你世界所有的拢总耶稣听了的时阵耶稣伊无来纠正魔鬼伊无来讲等者世界毋是你的世界是我的因为是我创造的圣经讲世界是耶稣创造的是为着伊来创造然后也是要予伊但是魔鬼讲我要将这物件予伊咱人是不是咱有法通将毋是咱的物件予人袂有时阵咱也爱咱有法通将别人的物件予人别人的物件你就予伊较多予伊较多其实咱家己咱毋甘但是魔鬼讲我要将世界所有的拢予你耶稣无纠正干因为耶稣伫遮也是默认默认讲世界伫魔鬼的手中但是魔鬼虽然看到世界这个世界伫伊管理之下但是毋是永久的毋是永久的所以伫启示录第5章的时阵咱就看到主耶稣基督过一摆将规个世界该赎过来世界甲所有的伊就按遐该赎过来所以就是讲这个册卷其实就是世界的地客所以当伊看到约翰伊伫异象中看到迄个坐伫宝座的就是上帝伊正手有一个书卷的时阵然后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有能力的天使伊就宣告伊讲上会配咧点开这个册卷因为册卷用7个印封锁了伊讲上有法通来点开呢所以伊就第3个所在来找看上有法通有够业资格通来开伊讲伊伫天顶然后咧伫第3节伫天顶伊伫地顶伊伫地的迄切无论伫天顶的伫地上的所有的世间人甚至地的伊讲无人有法
通来点开这罐册，因为无人配得啊，无人配得开啊，所以当约翰啊，伊看到的时阵啊，伊听到的时阵啊，伊怎是第4节啊，伊就干啊，伊就大声会来吼约翰就大声会按遐来吼干那因为伊真悲伤啊，伊真艰苦心啊，因为天顶地的找无一款的人啊，有法通来显开所以伊无法通显开的时阵，要怎啊呢？其实伫第4章启示录内面讲到有法通讲伫圣经内面记载信徒最后一摆会吼最后一摆伫遐来吼，最后一摆会来悲伤干那因为吼悲伤所以一切代志拢要过去。当咱开始咱阁继续直看落去咱看到启示录21章的时阵当上帝按遐来创造来建立伊的新天新地，圣经讲真水伊讲迄个时阵人就袂阁再吼上帝要斥打伊一切的目屎然后拢总会痛苦拢总会悲伤拢总会干会无去拢总会无去。所以这是人所听好的。咱人活伫世上有真侪痛苦的代志真过痛苦的代志、悲伤的代志甚至有真侪什么流目屎的代志咱人生出来一个囡仔 baby 生出来讲伊着好若无好医生现在着讲按伊的骹穿来拍会好咱伊好了才有法通吐气有法通开始来吐气。但是这个好象征什么象征讲伊来到世上有真侪艰苦的代志有真侪伤心的代志，所以囡仔开始咧中大也上好也上好但是愈来愈大汉咱就愈来愈无好甚至父母会甲囡仔讲什么唔通好唔通好特别男的讲大丈夫有目屎唔轻唔通轻易会流所以干流目屎常常讲按心内来流。咱真侪悲伤的代志伫世上真侪伫今年伫一摆疫情当中咱国家是有法通体会到这个真侪咱300个人甚至咱家己一个亲人检测是互这个疫情按遐来因为唔好是因为唔是因为这个疫情，检测因为别物会病痛唔好，互咱真伤心。有时阵按遐真白白有的人甚至离开世间但是上帝讲这一切代志拢总会无去。所以当约翰伊好的时阵第5节就讲什么？就长老当中就有一位来安慰咱来看伊遐讲啥你看第5节长老中有一位就对我讲伊讲唔通好看这个看是真的，唔是讲随便的安尼真轻易的看，意思是真重要的物件你就去看你就去看犹太支派中会使大笔的军，伊已经得胜了，有法通点开迄个书卷，掀开迄个7个印。所以唔是无人世界孤单有一个人有伊配得开这位是啥伊讲是犹太支派的使然后伊是大笔的军所以伊所讲的是啥就是羔羊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伫遮伊用两个什么称呼头一个是讲犹太支派中的使主耶稣是用使来象征伊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伊有能力，伊有迄款的权柄甚至伫创世纪第49章当雅各在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为着伊12个家按遐来祝福的时阵，伊讲到犹太的时阵伊讲伊晓伊讲犹太是一只狮其实就是咧讲到犹太
这个后的主耶稣基督，伊是称作犹太中的西亚。然后讲到大卫的君啊，这是伫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第10节所讲大卫有一个君一个苗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讲耶稣基督伊是对大卫来伊是大卫王的后裔后裔就是讲伊有法通来掌管，有法通做王对以色列人的观念真重要就是你有迄个什么叫做 royal blood 你有王族的迄款的血统所以主耶稣基督伊是对大卫来，伊是大卫的君所以伊有法通来做王来掌管一切，甚至就讲到伊伫千禧年的时阵伊要来做王伊就是迄位弥赛亚因为干圣经讲伊讲因为伊已经得胜了，主耶稣伊怎有法通配你开呢？因为伊得胜当然伊得胜，咱来问耶稣基督什么时阵得胜？耶稣基督伊得胜是伫十字架顶，因为伊会死伊流出宝血然后伊对死来讲伊就得胜了。这个是恶者所无想到的，所以伫哥林多后书保罗有讲伊讲恶者若知影若知影讲耶稣因为钉十字架因为伊的死会国才有法通拍赢，有法通得胜伊就袂互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所以魔鬼咱看到魔鬼伊毋是全知就是意思是咩？毋是逐项知影的啦。伊知影耶稣来到世上伊知影耶稣来是弥赛亚，但是耶稣要怎拯救世间人伊毋知影，所以伊就用假底才着伊掠去犹太的心互伊出卖耶稣，互犹太人有法当将耶稣安尼该审判伊甚至将伊过到该带到这个比列多的手内然后就伫遐来逼比列多将耶稣来钉伫十字架所以当耶稣挂伫十字架的时阵魔鬼想过伊得胜但是上帝却有伊的作为伊有智慧因为伊借着耶稣的死，耶稣的国伊已经得胜了。因为耶稣的死伊互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什么意思呢？因为当人犯罪的时阵人要怎样甲上帝和好呢所以需要着来罪的工价实施世界顶面只有耶稣因伊无犯罪伊才有法通为着世间人来死。现在咱爱问一个问题：看上帝必须要拯救世间人，既然世间人无要，看像竞选耶稣无要竞选上帝，上帝就有法通将应该放弃上帝既然有能力创造亚当夏娃，伊难道无法通搁再另外创造人类嘛？但是上帝的心意对创世纪咱看到，伊将人摕伫这世上，爱人有伊的形象有法通将上帝彰显出来，甚至来治理规个世界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虽然魔鬼借着罪互人离开上帝但是上帝的计划袂因为魔鬼安遐变无去所以启示录主要互人看到讲上帝当初时是伫创造世界以前对人类的一款的愿望，对人类的计划有缘有法通实现虽然魔鬼看咱像得胜但是却毋是安尼事实毋是安尼，所以耶稣的死伊头一项伊有法通来满足上帝的公义第二因为伊伫十字架顶伊就赢过罪，赢过死亡人犯罪了亚当夏娃犯罪了伊头一个要创啥？伊要怎样来解决罪的问题？伊知影伊犯罪所以伊就创啥？伊就去比勒
以为讲伊若倒闭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就毋知影伊犯罪，其实上帝知啊。第二，咱看到伊就摕无花果树安遐来遮砍伊家己伊要用伊家己的方法来赢个罪其实无法所以当对亚当夏娃到现就是人用家己的方法无法赢个，只有耶稣伊死伫十字架顶个罪赢个死亡，所以有法通对死亡有第三伊赢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是因为伊会死伊的国王，互人开了一条路，互人因为信耶稣的时阵咱要得到拯救伫第9、第10节讲什么第9、第10节伊讲要国叫因诚多国民因为咱受拯救咱命受改变咱诚多上帝国民咱诚多祭司咱诚多祭司，甚至咱有法通甲主耶稣基督相合作王，这是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赢过所赢过所以既然伊赢过伊就有法通来点开所以伊要显开这个书卷的时阵这个书卷毋怎么我讲是世界的这个地客就是有法通讲有法通将世界规个摕来第二咱若看到这个是上帝的这个心意就是上帝的审判所以当这个第七个印伊开始开的时阵来我所写的字应该是什么？就是第6章开始到第18章所有要临到世章会跩刑罚会跩在下嘅写伫遐。所以耶稣基督伊有法通点开伊有法通就是将跩在下对耶稣基督安遐来出来来审判伫世上的人所以约翰伊就安遐得到安慰知影讲是的，有人配得来点开你若看长老来讲是什么？伊讲你看这个是什么？犹太支派中的狮伊讲是是狮耶稣是狮所以但是第6章第6节你看真趣味当约翰挖头过去看的时阵伊看到宝座，伊看到伫宝座甲4个画面中间为什么？伊看到的毋是狮伊看到是看到什么？羔羊伊毋是看到狮伊是看到羔羊所以咱看到其实狮羔羊这是代表主耶稣当主耶稣伫新约内面常常就代表讲伊是上帝羔羊为着拯救人的所以有一个羔羊徛伫伊中间头一项是什么？亲像受胎价什么意思讲亲像受胎价所以约翰一看伊就看得出伊是受胎价所以刚才咱要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讲是不是伫主耶稣的身上有一个时尚的迄款的伤痕是不是有时尚的伤痕？所以约翰看的时阵才会看到。其实咱若看约翰福音咱看到当门徒迄一暝耶稣国外的时阵耶稣来找门徒的时阵伊跟多马讲什么？因为多马讲伊讲我也无看到耶稣的伤痕我也无用指头安尼来探入伊手内面的钉痕甚至伊血的伤痕我也无用手安尼来探，我无要相信。当耶稣向伊显现的时阵，伊甲多马讲啥？伊讲恁来你来我的手伫遮，你用你的指头来探入这个钉痕，伫我的血你有法通来看。所以是毋是甲咱讲，虽然耶稣对死来过伊已经什么得到医治，还是讲说伊的身躯得到完全的改变？咱要记得当耶稣伊伫路边受卖迄一暝了后，隔日伊受掠，伊受互人鞭拍的时阵规身拢流血规身拢是伤痕
伊诶头壳顶面啊有漆配落去，所以当伊死了后啊，伊国活诶时阵啊，一撮伤痕啊拢总无去。所以，互人看到咱人啊，将来也是同款啊。咱将来啊，当咱离开世间的时阵啊，咱的肉体啊伫世上，但是咱的灵魂到天堂去。将来咱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躯，毋是亲像咱一阵的身躯啊，有真侪什么欠缺，有真侪无好的所在啊。我这项会痛，迄项会痛，会酸痛啊，所以拢总会无去啊，拢真完全。但是主耶稣伫伊完全的一款身躯的顶面啊，伊的伤痕啊，原在地底啊，所以伫路加福音24章啊，当伊伫路顶啊，伊马五书的路顶甲两个门徒咧行的时阵，门徒会面啊真忧伤。耶稣讲：敢若食？伊讲：你敢毋知影发生的代志？伊讲弥赛亚来，阮所仰望的，但是伊安遐受钉十字架，死败种。然后今仔日早起有几个门徒讲，因去坟墓内面，耶稣的身体无落，所以因毋知影要创啥。耶稣就甲因讲解圣经，互因的听了因的心也喜悦。但是到这个所在的时阵，伊就请耶稣甲伊三甲坐下，按遐来食。我相信因咧食的时阵，欠使因啊按遐会想到耶稣啊路尾暗按遐的这个生产。但是耶稣咧白饼分互因的时阵，因则忽然间目睭天开啊！因则发现讲哦，原来这位就是耶稣。因的目睭哪会天开，哪会看去？因的目睭哪会明亮？因到底是看到什么啊？真有可能是耶稣找饼分互伊的时阵啊，伊看到耶稣手心啊的这个灵魂，所以耶稣的灵魂也好伫地啊。所以将来咱去到天堂的时阵，耶稣的身躯是完全的身躯，但是有灵魂啊，因为干呐，伊为难死啊。所以这个应该是安尼啊。所以约翰啊，则讲我看到啊，好亲像受台啊，好亲像受台啊。然后伊是什么？徛伫伫遐。啊，咱若看罗马书啊，希伯来书啊，耶稣现做是伫天顶，伊是什么？坐伫上帝的正边，对无？伊是坐咧啊。但是伫遮时阵，咱看到耶稣是徛咧啊。耶稣徛咧的时阵，徛咧是什么意思呢？伊若坐咧啊，就是讲伊工作做完了啊，所以伊做完救赎的工作了咯。现在是伊徛咧啊，因为伊也阁有工作要做。耶稣要做什么工作啊？这个就是叫做审判的工作啊，审判的工作。所以第7章开始，第6章开始啊，就到18章，咱看到上帝啊，借着耶稣啊，将审判降落世界所有的人。然后伫遮讲到耶稣啊，有7个角甲7个目睭啊，就是7个灵啊。当然7个角啊，咱袂做咧按照理意讲，伊有角啊7个角咧啊，咱就可能怪迷的时阵有7个目睭啊，7啊是代表什么？完全啊。所以7个角啊，伫圣经内面啊，常常啊特别伫旧约，你若看从启示录啊，看诗篇啊，大笔常常讲什么？我的角啊，我要高举耶和华的角啊。所以角的意思啊，是象征什么？象征能力的，象征权柄的。所以耶稣讲到伊的头壳顶面啊有7个角啊，就是讲伊是大有能力的上帝啊，伊是全能的上帝啊，伊是有绝对的迄款的权柄啊。7个目睭啊，是讲到伊完全啊，伊有智慧啊，伊有法通完全看到代志啊。咱人啊，还是真需要一款叫做什么洞察力啊。咱有时看物件，咱目睭会看到，但是到底伊的意思是什么，咱唔知啊。因为咱无法通看到人的心所想的物件。但是主耶稣啊，伊讲伊的7个目睭啊，7眼啊，意思是什么？
是完全的啊，伊有法通看去，伊是完全，伊是上帝的智慧啊，所以其实保罗啊，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24节又讲到一点啊，伊讲耶稣基督的时阵啊，伊讲耶稣基督啊，伊是上帝啊，伊是做上帝的能力啊，伊是上帝的智慧啊，你若时间你去看真趣味啊，哥林多前书1章24节，伊讲伊是上帝的能力，伊是上帝的智慧，伫启示录3款讲到伊啊，当然7灵啊。就是上帝的灵，就是圣灵啊！上帝的灵啊！伫遍满伫地上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看到，伊就看到主耶稣基督啊，伊配日来点开这个将7个印给掀开啊！所以伫未掀开7个印了的时阵啊，这个羔羊啊，伊就去什么？伊就真正去啊！对这个坐伫宝座前上帝啊的正手内面啊，伊正手摕咧这个册管啊，伊就按遐该记过来。当伊记过来的时阵啊，咱看到天顶啊有一个可能看到100个图画就是什么啊？第7章讲啊，4个画面啊，甲24位长老啊，就俯伏伫羔羊的面头前，因就摕着琴。甲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个香啊，就是真圣道的基督啊，伊就按遐来阿罗上帝阿罗上帝。所以咱先看，伊讲手摕着琴啊，所以琴就是咧弹琴的啊，通唱歌的啊。然后伊又摕香啊，圣经讲这个香是啥物啊？是真圣道的基督。原来咱的基督徒的基督啊，上帝。伊爱啊，上帝看重啊，这个就亲像香啊，是真香的啊，到上帝的面头前。所以咱的基督啊，其实唔是按遐念几句话尔，是对咱的心内面讲出来啊。所以咱的基督啊，咱的基督啊，咱的所有的基督啊，是达到上帝面头前啊，亲像香来奉献给上帝。所以伫遮就。提醒我，讲基督啊，有时阵啊，咱就小心嘛，并唔是讲咱就基督啊真水的一个事但是咱的心甲咱的嘴啊，就干心内甲嘴中就一致啊。有时阵啊，咱基督啊也水啊，但是咱的心无啊。所以咱安尼的时阵，咱要怎啊将这个香献给上帝？我记得有时阵啊。所以囡仔的时阵啊，讲要食的时阵就祈祷祈祷主啊祈祷在世教的什么啊？主啊，感谢你，互我有面牛通食。祈祷了阿门啊，倒来看咧啊，无介意食就妈妈讲妈妈无干那菜呢安尼啊，无白米肉嘛无白米肉意思什么啊？我无介意做但是你祈祷的时阵啊，你敢是为着做来感谢主，讲有面牛通食然后你目睭天开的时阵，你无介意，你无要食咯你所讲的甲你的心到底有相无？当然你想这个祈祷有时阵但是有时阵啊，咱伫祈祷中为着咱家己祈祷会做入袂会但是咱是毋是因为咱的私欲咱的贪心是因为咱甲别人对人无好，咱伫祈祷内面咒诅别人有无有时阵咱伫祈祷骂人有无还是有有时有所以有时阵咱就小心因为咱的祈祷献到上帝的面头前。所以伫刷落去伫遮因咧唱歌第9节开始咱看到天顶的一个大什么合唱团合唱团咱有时阵咱的一个真大的像 Billy Graham 甲贝利因来报道会通常就创一个真大的诗班有几百个人甚至几千个人来唱诗我记得伫几多年前伫咱教会这个改革运动的500年的时阵咱有咱遮有一个
唱诗歌诗班啊，咱的诗班啊，咱就请别个教会来啊，合起来哦，差不多200个啊，哦，伫咱的台顶啊，大家排排咧，安尼啊来唱啊，唱了咧唱的时阵啊，你听到偌侪人咧唱啊，实在是真感动人啊。但是我看到的时阵啊，聚会了咯，我跟一个一个人讲啊，咱的重职讲啊，讲咱的台啊，看起来真大，但是200个人徛咧啊，变野杂啊。啊，其实若搁较侪人来唱要唱，将来伫天顶啊，搁较侪啊，这个天顶的合唱团啊，咱有看到有四什么啊？4批啊，4批啊，头一批啊是什么啊？第9节啊，是谁唱歌？第9节是4个画面甲24位长老因来唱新的歌啊！你看伊唱的歌，其实按第9节啊，到第13节到落尾啊，到第14节啊，拢总这个歌是什么？是咧清唱歌谣啊，这是叫做歌谣的颂啊，叫做颂赞歌啊。所以头一个是24位长老甲4个画面啊，这是头一批啊。第2批呢是24位长老4个画面啊，甲什么啊？真多天使的声音啊！你看伫第11节啊，第11节啊，我搁看去，而且听去。伫宝座甲画面并长老的周围有真侪天使的声音啊！因的数目有偌侪？千千万万啊！所以咱看到上帝的这个宝座的这个所在啊，我人讲说这个宝座的这个所在实在真大啊！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因就来讲来唱啊。然后第3批的时阵啊，是伫第13节啊，13节。我搁听去伫天顶、地顶、地的从海来甲天地间一切所有受造的物，也是来唱歌。所以第3批啊，是天顶、地顶、地的拢总拢三甲啊，一切的受造的物啊，就伫遐按遐来歌颂上帝来歌颂这个歌谣啊，第3批第4批是落尾节啊，14节啊，第4是什么啊？所以4个画面啊，因就讲什么啊？阿门啊，4个画面伊就讲阿门啊，所以我通讲阿门颂啊。所以咱咧教会内面我咧想啊，是不是因为安尼个咱崇拜的时阵啊，常常啊。到落尾的时阵，祝福了的时阵啊，咱就唱什么阿门颂啊，是咱就唱这个什么叫做祝福诗歌来结束啊。所以天顶啊，原来因也是安尼有一个阿门颂。所以伫遮，我一摆提醒看，讲咱的崇拜啊，咱的敬拜啊，唔是讲多了就了咯唔是讲多了就了咯唔是讲多的时阵才开始啊。咱是按正个开始啊，到什么阿门颂啊，还是到敬拜咱一摆咱大家去是伫 YouTube 咧看咱伫房顶看的时阵阮有时阵阮会甲定甲注意就是讲多了的时阵你看到伊个人数开始减人了有的人就讲，哎呀，我崇拜会了咯，我就离开了。有的人你看到讲讲多了个回应是到尾报告的时阵伊就离开了有的人报什么祝福了你唱祝福的时阵伊就离开但是大部分的人感谢主有法通点到祝福歌唱了的时阵才离开。所以咱的崇拜会是规个是规个上帝伫遐咧压啦嘛。所以因唱的歌是什么呢？因唱的歌是圣经跟人讲伊做乌罗的歌，这是乌罗关于歌谣歌谣会什么歌谣伊会救赎头一个就是伊救赎的代价主耶稣
伊救赎的代价是啥物呢？是羔羊的保费啊！啊，因为伊的保费流出来啊，所以互人看到这个代价是真贵啊，是真贵啊！啊，咱基督徒啊，咱有法通得到救恩啊！咱讲什么啊？这是白白得来啊！啊，白白得来啊！死的是白白得来啊！啊，是咱无需要啊来付上什么代价，只要咱相信、咱接受，咱就得到。但是咱就会记得啊，伫这个救赎的后面啊，主耶稣伊所付出的代价是反而会大。昨日我咧甲一个青年人讲话啊，啊就讲到伊才20几岁呢啊，我才讲啊，你签证未？啊，你去签用个 COVID-19 的预防针未？伊才讲我签了咯。我讲哦，你都唔是伫60岁以上，啊，你就放紧就签啦，啊，放紧就签咯。你是毋是有向个什么本有唔好呀？你若有一个像讲这你血压咯，你糖尿咯，有啥物咯，你有法通签？伊讲唔是啊，我讲啊，你怎有法通签啊？伊讲我按家人签啦。哦，我才记得啦，啊，因为最近差不多这2个月啦，啊，咱有就是对象中介来啊，有一个有通签，有法通签嘛，啊，签嘛，伊讲伊就去遐签嘛，我讲啊，感谢主啊，啊，这个就是有法通啊，私人的啊，你有法通随时签着咯。伊才甲我讲一项，伊讲我伫遐时阵啊，我看到有一家人，有一家人吧，因要签过，因着个还钱别啦。着个把啦，哦，因着个还啦。我讲你咧，伊讲我无还啊。我讲你这间你无还无？因为是教会呢，伊是咱教会的职员啊。我讲因为咱教会哦，有人哦来奉献啦，哦，伊有问看啊，教会会做牧师团队无？啊，然后做职员无？上下要去签证啊，签证的时阵有人要出啦。啊，所以我讲你无需要还哦，是因为别人推你出啦。怪人哦，因着去把啦，再去签啦。啊，我讲啊，原来是安尼哦，所以我还是 libre 吧啦，我还是免费啊。我讲对你来讲是免费啦，但是伫后面个有一个人就出钱哦来把啦你的份，所以我说起来哦，唔是免费啊，是你无把啦你啦，别人就把啦。啊！我再讲，这甲咱的救恩相同啦。咱的救恩，咱得到，咱真欢喜，讲白白得到。其实主耶稣为咱所付出的代价是偌尔的昂贵，偌尔的重。啊，伊付出，咱免付出，咱白白会得到。伊听到就讲啊，对啊，吼，哦，真水不啦？咱的信仰就是，我讲吼就是。但是咱做基督徒，咱的救恩是免费啊。但是咱要做基督徒的时阵，要做耶稣的门徒，咱就付出什么代价啊？咱就会晓付出代价。所以头一项咱看到讲说，这个倾向是为着救恩，因为救赎的代价。第二，咱看到这救赎的范围是什么？圣经讲什么？是对逐族、逐方、逐民、逐国哦，世界所有的人，哦，所有。逐点哈，逐个民族啊，逐个部落，拢有人来归向上帝。啊，伫差不多20-30年前啊，开始啊，因就发现啊，啊，伫马太福音28章啊，讲你着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迄个万民啊，是叫做 ethnos 啊，啊，这个是用什么？唔是讲是，唔是个人的啊，伊是讲到一个是为民族啊。所以讲，你就去啊，向隆重的民族来传福音。所以当迄摆去啊，就开始啊来鼓励啊，甚至用这个做目标啊，世界所有的民族啊，要按遐来传福音嘛。啊，所以有真侪民族开始已经有传了啊，但是也阁有一家无啊。伫菲律宾啊，伫菲律宾啊，咱有真侪的民族啊，啊是讲说因是叫做 people group 人群啊，啊，什么是叫做人群啊？人群是啊，恁家己啊，恁有一个恁的文化，恁的语言无相同啊，亲像啊，恁若徛勒加斯比徛哪个美国啦，啊，美国啦，因是讲什么？因是讲美国话啊，这个是一个人群啊，啊，我是对北美来啊，
伊路过伊路过迄边啊，伊路过是讲啥物啊？讲伊路干哦，是另外一个人群啊。所以菲律宾啊，有真侪无相的人群啊。但是感谢主啊，已经90%啊，还是90几啊，已经有咯，已经有福音传落去啊。并唔是讲一个民族内面啊，逐个人着信主才算数，乃是讲伫这个民族内面啊，这个人群内面啊，有人信耶稣啊，因有法通将福音传互因家己人啊，迄个就是叫做将福音传到咯。咱菲律宾啊，目前啊，我若无记错是14个，也阁有14个人群啊，福音也阁未传遍啊。啊是讲福音传遍啊，但是传入去啊，信主的人真少啊，因无迄款的能力啊，家己来传互因家己人啊。啊，这14个人群啊，拢总拢伫倒啦，拢伫南岛啊，拢总拢伫南岛，所以咱也常常为着做人群来祈祷。阮就拜五早起啊，会祈祷会啊，平时就常常互阮来什么样为着做无相的做人群来求主，互福音有法通传遍。所以将来咱要看到世上所有逐国、逐民、逐族的人拢有代表按遐来敬拜上帝按遐来信主来得救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第三。救赎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成做上帝的国民要成做上帝的祭司，甚至要甲主耶稣基督三甲做王这是上帝救赎的目标互咱有法通明白伊的时阵有法通安尼。所以因的诗歌其实因所唱的歌，头一个这个是一个乌罗也是敬拜的诗因为因的敬拜羔羊敬拜上帝，特别敬拜羔羊第二伊是一个福音的诗伊是福音的诗因为伊讲到主耶稣基督，伊替咱死，伊流宝血，然后伊的救赎。第三，这首诗歌有法通讲伊是一个宣告的诗因为伊是要互逐国、逐民、逐族的人来归向上帝，所以这个是叫做宣告的诗第四伊是一款会释放心智的一款心互咱基督徒我能感恩因为咱正做上帝国民，咱正做上帝的祭司咱有法通咱的生活中间活出来来释放上帝所以是释放心智的一款的诗歌。第五这个也是一个盼望的诗一首盼望的诗互人看到什么将来咱要甲主耶稣基督长时做王所以这个做王的代志伫第19章咱就有法通看见所以第4章、第5章咱看到伫天堂的这个景象好，敢若互人看到几项头一项敢若因互人看到上帝坐伫伊的宝座甲所有的天使活物伫遐来歌颂耶稣因为伊敢若为人死第二也是来什么来三甲庆祝庆祝主耶稣的国虽然主耶稣的特性虽然伊伫12架顶伊死了后伊国已经特性但是2000年前到现在看咱出也阁未完全因为伊的特性是到将来的时阵才完全会实现然后已经得要实现所以因伫遮来逐个人来乌罗来敬拜是第三。咱看到因做这个的时阵因为上帝要来宣布伊的审判临到这个世上伊的审判是遮着啥是因为耶稣基督然后透过天使来审判伫地上的人所以伫地上的人伫第8章、伫第6章开始因就要拄着真大的一个灾难但是基督徒呢，咱感谢主虽然伫圣经伫启示录伊无真明显的讲但是对第4章开始咱看到基督徒已经无伫世上了就是伫这个大灾难的时阵咱已经被提到上帝面头前我顶一礼拜有讲
伫启示录内面啊，有差不多20摆讲啊，到教会这个字出现啊，有20摆啊，有19摆啊，是伫第1章到第3章，第1章到第3章讲啊到教会啊，教会这个字啊，然后落尾1摆啊，是伫22章啊，啊，第19章呀，咱有啊18章、19章，咱有看到讲啊，伊伫天顶啊，伊是上帝是啊是基督的什么？基督的新妇啊，啊。基督的新妇啊，所以也是讲到教会，但是无伫地上啊，是伫天顶啊。所以咱有法通讲啊，然后看别的什么圣经节啊，知影讲说啊，基督徒啊，因为信耶稣基督啊，咱已经被提到天堂啊。所以咱伫天堂啊，一段时期啊，咱伫遐来敬拜啊。然后有人问啊，讲将来啊，咱伫天堂被提到天堂，地上所发生的这代志啊。所以大灾难啊，咱会看到的，咱会看到的啊！啊了啊，所以爱问这个看会看到袂？兼且爱问的啊，我若无信主的朋友亲人，我会看到伊咧受苦无？啊，当然这个受苦是伫世上会受苦，也阁未到将来会受苦啊！所以愿主这也是帮助咱啊！我通讲，咱就将这福音啊来介绍互别人。介绍互咱的亲人啊，因为咱爱讲因当被提的时阵啊，当咱伫天堂的时阵啊，为说伫上帝的这个宝座顶面呢，宝座的周围敬拜的时阵啊，咱所听的人啊，也是同款甲咱做一个。所以愿主帮助咱啊，我通看到这个经啊，啊，有这个较好的心讲，将来我也是要伫遐啊，所以咱别办咱家己。